释迦牟尼佛慈训。末法时期，万教齐发之际，魔王出世，扰乱世间，显现各种神通奇术，蛊惑人心。故此，大家认清楚方向，莫迷失盲从。以因身求我，若以色见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不要学神通，学法术，魔喜欢玩弄神通法术，幻象，若心存贪妄即坠魔圈。因何魔也有神通法术？因魔也修十善业，入禅定，未发菩提决心而起贪妄，故入魔道，难以成佛。佛魔只一念之间，道高1尺，魔高1丈，起心动念，不可不慎。末后之时，魔找魔，佛找佛，若不发菩提心，不行菩萨道，心生我执、我痴、我爱、我慢，亦入魔道。因何邪教旁门，仍有无数的信徒？如果信徒有贪妄想，有神通，不为生死解脱大事着想的话，入了邪魔，即成魔子魔孙。大家不要小看点传师玄关一指点是名，受记是指点大家找到自己的真主人，不是人受记大众，而是弥勒佛受记，点开生死窍门，不可轻视的此一大事因缘，好自珍惜修办。一贯道应运，点传师所担天命，不是命令，不是权势，而是救人济世的使命，要存慈悲心，行菩萨行，以救人济世为本愿。何谓菩提心？是良心、本心，不失良心，就是菩提心。修道是本分，办道是责任，个人了个人的愿。有人乘愿而来，有人带业往生。